這裡是我家，我叫魏甲。有人讓我照顧你。你照顧我？我的侍从呢？侍女呢？嗨，还有什么侍从侍女啊？有我魏甲照顧你，保准伺候的你美美的。你別過來！不要！我是大王的妃子，你要是敢冒犯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魏甲是烂命一条，要不要的无关緊要，只要能和你風流快活，千刀萬剮我都願意。哎呦我天！我告訴你，我是有惡疾的人，有惡疾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放開我！放開我！上树了呀，当心摔下来。树上多好啊，看得又遠又涼快。出國700年，哪有一個上樹的公主？公主為什麼就不能上樹？當公主就得傻呆呆地坐着，悶死了。什麼話？小心一會兒又要挨板子。姑姑，你說宮裡這麼好，為什麼小鳥都喜歡飛到宮牆外面去呢？外面天地大呀。所以當公主還不如一隻小鳥。有什麼好？好吧，你就在樹上待着吧。蓉兒肚子餓了，奎姑要給蓉兒做好吃的點心去了。皇歇奉师屈原之命前來拿取祭品，請廚娘相助。哎呦，你就是皇家的歇公子啊！我們這裡的人呢，都聽說過你的名字，說你年少聰穎，舉目成誦。是屈夫子的得意弟子，皇歇愧不敢當。喲，瞧你這樣子，彬彬有禮的，是個小君子。我跟你說啊，今日廚房正忙着給王後和舒公主做桂花糕，所以祭品還沒有來得及做，你在這等一會兒吧。啊，有勞了。哎，怎麼少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刚放的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我這記性。這事兒你可馬虎不得啊，鬧不好咱倆都得挨板子。啊，是，您多擔待。奇怪，怎麼又少了2個？真是怪事兒。我剛剛明明放的呀。我也看見了。不對，鬧鬼，肯定有鬼。大白天的鬧什麼鬼啊？有賊！哎，你给我出來！你小東西大白天裝神弄鬼的啊！我就不信我抓不住你！過來，別碰壞了我的東西！我看你能跑到哪兒去？小小年紀就不學好！別追了我出來！出來！你給我出來！哎呀！別跑，我就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兒跑！哎的！嘿，小賊！你才是小賊！這糕本是我的東西，我這是自取。你什麼意思？真是個呆子！宮裡的東西都歸大王，對不對？大王是我的父王，大王的東西要賜，會賜給誰？當然是賜給我了。所以宮裡的東西也就是我的東西嘍。說起來，你我從沒見過面，卻幫我，圖什麼？皇歇只是看不慣以大欺小。難怪廚娘叫你小君子。
来，1、2、4，你1塊高。君子不受嗟来之食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拿着啊。不過你只有1塊哦，剩下的是要留給我弟弟米榮的。蛋糕真好吃。你說，你是公主？难道有假？倒也不是。大王的兒女很多，只是你的穿戴打扮也太破。實在是不太像，不像個公主。他們也是這樣說的。誰？那些像公主的人唄。你等着。不像公主又怎麼樣？那些像公主的人，他們会吗？黄歇心服口服。行了，这個果子就送你了。哎，你这轉變好靈巧，能讓我看看嗎？給。別人的轉變呀，都拋不出石子，而你這轉變真好，既能打遠物，又能打近物，真稀罕。我在鞭子上啊加了個小兜兜，打近物時是鞭子，打遠物時啊就是拋石索。記得呀，小時候有一首玉鞭歌，白馬玉鞭金佩銀鞍，今日啊才算真正的開了眼界。你要是歡喜，我教你怎麼用軟鞭吧。恭敬不如從命。看，鞭是一條繩，全靠纏得輕。拾鞭時要收回如蟲，放出如龍。你試試。來，掄。哎呦，怎麼老掉啊？熟能生巧，多練練你就會了。師傅在上，請受徒弟黃歇一拜。小君子，你有什麼技藝可以教我嗎？黃歇無能，但我有一個師傅，他可是天下第一無所不能之人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等過幾日我帶你去見他。說話算數啊？當然算數。弟子黃歇拜見師傅。弟子羋月拜見師傅。